元宵节特别来到，台南市永康国小特别举办闯关活动，总共设计3个关卡，除了让学生了解元宵节的由来，有药味彩灯趣味游戏，更重要的是人物营养的奖励，要安怎食较健康。元宵节闯关活动很好玩，让我学到元宵节的习俗。台湾灯会在台南，那我们学校就特别办了这一场元宵节的闯关游戏。这摆学校办理的元宵节活动，嘛结合了台南400，加入侪台南传统文化以外，连菜花糕仔等拢以台南的在地农产品为主题，总共有99粒，象征长长久久。我们希望说，让小朋友在过这个欢乐的元宵节中，可以学到我们台南在地的农特产之外，还有这一些营养教育，对热量，包括一些习俗可以有更确实的、更知识的一个传导，让活动不再局限于只有在教室里面学到。营养师嘛准备应景的营养，让小朋友品尝。学校表示，每一个节庆拢会让学生用多元的方式来学习，营造在地饮食的符号。台南市民所派采访报道。